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动冲热嘅事情哦，大家有发现冇？当日冲地度，大家去卖东西，吼，冲头被发现讲，卖做呢个后边，当场唔系按慢字，啊，然后即刻上嘅冇强咯，冲头被发现像係按卖东西嘅呢個消費嘅糾紛也好，問題也好，大家是會想啊，該用嘅曬咧，其實大家點麼？對呢個消費地度咧，要在度消費者保護館，所以其實佢都係提升非常嘅大哦。好，大家都看你今日做啲老大家來紹介乜嘅內容咧，先嚟分享啲咁嘅來賓，佢係來自新竹市消費者保護館劉慶錦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劉慶錦。今日請歡喜來到了客家電視台福喜來咧節目，大家好。耶，歡迎哈！今次是當歡喜做的，你講慶幸提起白，繼續繞牆度，你講我們說消費者保護館啊，消保官來到面前，突然覺得好像很有安全感。昨天不然你動都該提醒，講實在話，吼，鄉親朋友可能會想到，你當初會賣東西，賣菜也好，賣魚也好，賣喪服。賣貴嘅珠寶，賣茶兒，賣貨嘅，對哦。講過冇問題是冇問題，係講一旦有問題，糾紛就很大，有這樣的感覺，有按我嘅感覺。還係，等下大家有發現冇？因為明龍洞反彈，等下很多實體店面已經變成明龍店面，所以大家到明龍賣東西也變到一種動拼鬆嘅事情。賣香菜、賣卵、賣油，連賣茶兒、賣喪服、賣樹、賣還乜解都有，所以其實。因為唔係面對面賣東西，然後產生嘅呢個消費者賣東西嘅糾紛越來越多，錯嗬。所以現在每隻好簡單嘅問題，搶門，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會申訴？然後和解率高不高？係啊，其實要當到消費者會來申訴嗬。從喺新竹市來講嗬，最少一整日嗬，最少要100件。哦，係，哦，新北市香港嘅台北市嗬，好多，係新北市差唔多一整日嗬，差唔多要800件以上。哇，係，台北市差唔多一整日會要600件以上。係，只是係處理的，就是有實際處理的申訴案件。係，嗯，因為做啲改革麼，可解率夠麼？嗱，其實像喺調查新竹，譬如人事 MD 啦，像喺新竹市啊，最少有73%嘅和解率啊。哦。所以這樣，按用談佢當好呢？係啊。本來為以清消保官提出信心都唔好，因為是係好多問題。一定上次講動愛有冇大家處理問題？係講做大家都做到和解、和解，即係最起碼問題要解決。係啊，錯啊，是咁樣啊，所以大家會來簽啦。最好係講你買東西之前要講做買事情之前，現在打電話都是問，也做對啦。更周延，先問過按樣妥不妥當嗬，怎去做嗬，又係按樣嚟簽咗，合運同按樣係啊。大家會想講，做埋講到呢一下到底講乜嘅？其實簡單嚟講，所以大家會賣東西，係做到會遲到，可能要吃虧嘅感覺。哦，那原本講嘅冇強咯。那有的人就摸摸鼻子，其實是吃虧的。不過有種人是該。其實大家建立一個觀念嘛，其實這是消費者這是消費者權益，係嘛？係講只需有問題，消費者嘅權益，消費者嘅權益，其實係講只需有問題，其實做得清消保官，好提出來處理問題。所以老鄉親朋友來問一下，因為大家咧嚇，用路嘅污費鬆解普遍，對台個目前台底從家講新竹然後，好受到嘅申訴案件台底係。乜嘅，係是網絡購物。網絡購物肯係最多嘅啦，肯係最多。所以大家打電話來都係網絡購物嘅問題。係，以下當多係消費者打電話來講，都該乜嘅 FB 啊，你一定要社群媒體賣東西，又係 Line 啊，你一定要社群當過賣東西，平台當過賣東西，賣到假，又係講東西賣到唔好，我來退。我條曬又來講，哇，你要對方賣人嚟填法麼？要填法，不過冇嘢本名，冇嘢體質，你又慢來退，因為你嘢法律規定，我條曬判事情咪係用，你嘢對方係名，韓國體質係公文來處理嘛，啊用一種冇了都要治療，有冇法度來
填息，来条填息。错，我啲买意思，比如讲像可能我有个朋友去买伊送海，那佢买些佢送去时，发现我海挺适送。一般来讲，刚开始退货，因为佢唔系后台的购物中心，佢系上因个人买家嘛解。佢是想讲联络对方，对方结果是要了解你讲电子邮件，所以佢是写信俾对方，冇费，反正永远都联络唔到，所以你意思系嘛个意思是讲。就算越亲小保官，你也是要有完整资料。对，这个是先保护自己。系冇小保官咪冇法度让你腾讯。错，冇错。你係資料冇車啦，所以睇家上不管你到臉書，但係講上緊賴啦，但係講名錄嘅叫戶，對方嘅資料一定要非常嘅清楚，本名啦好，填法啦好，聯絡嘅方式。咁講喺啲前為門咯，你一特別愛看睇家賣東西都一隻按到。7天鉴賞期，感覺動好呢，感覺動好，對，感覺動好啊！你那好多東西先容輕易，唔買意思哦，我不要了，可是這樣子的意思嗎？唔係啊，用你輕易套係法律規定不業冷卻期。我做猶豫期，唔係本使用嘅時間，唔係本講種種個。等下，我看間廟路叫購物係講賣魚啊、賣干貝哦，先送你1包試吃，然後試吃不滿意可以退貨，所以不是這樣子。7天鑑賞期。一般吼，你買食嘅東西哈，有這問題有講，因為伊嘅時間當短，伊送落來吼，你懂得退啊？因為伊個係例外嘅情形，又會講，易於腐敗的東西是不能退貨的。哦，那所以像剛才講的黑工黑，像是比如說掃地機器人啊，那這種是可以適用嗎？7天鑑賞？應該適用就範圍啦，因為講你來調填海吼，插填海，伊會烘，安樣又好，你莫俾伊亂，我下個燙下用亂嚼來就去碰到東西，個表面膜塊體又唔能修轉移咧。所以7天鑑賞期到底係做得用啊，做唔得用？做得用，我愛用學生意都要用。我條使有拄過吼，你看掃地機器人買來，燙下並不一嚼，吼，沖來沖去，個茶几啊沖倒，電腦也沖倒，伊即個膜塊體，你講來退嚟講伊嘅作用強大，來退，結果。表面壞體啊，表面磨損是不行，係做唔得。該商家有冇修？那剛才小寶官講到7天的冷卻期，幹嘛意思？有意思講你衝動過購物不冷卻下來啊。所以大家需到貨嘅先莫容，用輕易，然後冷靜思考。你也想清楚，東西未到底使用嗰個要限度啦。是，所以大家係從手機哈，從手機使用哈，懂得那嗰種電信公司的那個網放進去，就是你可以用 WiFi， 但是你不能用信卡。一旦信卡用進去用網絡的，它那個手機就不能退了。是，所以其實老大家都講，又是限度啦。係講呢度用路賣東西，行到目前為止，名額、儲值、填法、停錯嘅地、自行嘅非常嘅清楚，然後透明。提上係講要鑑賞期，大家不要太恣意的就使用，要注意上面的說明，每個字有可能動清楚。莫法懂，你幾個用過後，發現唔係安用你那時候再去找小保官，也站不住立場，對不對？那買到假貨怎麼辦？空中的意思，他就說是真的啊！我一拿到我就覺得那是假的。空中的意思啊，你仲係買到假貨，咪係你簽嗰條衫咪係要提示，咪係要完整的資料啊。所以賣到假貨，輕易都殺入容。咪做得啦。如果空中有賣家有完整資料。對，那如果我有賣家完整資料，然後我拿到之後，比如說這是一個名牌包包，可是我發現一偏愛，所以是可以跟小保官聯絡。我哋吸收到一隻小旗賣的包包，講名牌包包，好，獨一無二，好，來賣到我來退，以後講對方係假貨，對方當安呢？對，對方該即刻。外國大陸來個真嘅東西，講個小紙都講假貨，一當安嚟，那怎麼辦？結果吼協調會計下，對方就來小紙唔敢來。哦，買家係賣人唔敢來，賣人來講，我今日來，因為我會台南送來又講會爭個面子講，我哋一定係真實嘅，我唔係賣假貨嘅。哦。
所以最后是买的人买你冇了。哇，所以其实小保官都辛苦哎。所以讲卖东西真假吼，冇凊彩讲啊，有时係那都係一時的，你懂唔得講你賣假？該係講其實賣到假貨，經過鑑定，如果係假貨，其實是可以處理的，對不對？錯，對。哦，你會呢一部分係做得的。你還沒有嘛個團購糾紛啊？因為大家強下賣，很複雜，從哦。錯。那怎麼辦？有請團購主啊。一般團購主通常講伊這個冇收到錢，對，義務。我只是義務幫你。義務填，落大家填收。不過實際上伊一定有佣金啊，有福利啊，呢一種嘅東西，伊還要負經銷商的責任啊。他還是要多少要負一點經銷商的責任啊。所以係講挨度唔用賣東西，大家要記得冇團購，比如引起撈你提收賣嘛，對，大家強下賣，係講賣種類嘅東西只是有問題。你真的性侵狗唔起，係講有只是重大瑕疵，還是可以找消保官，對不對？因為對方讓你賣，他一定有抽取一點點的佣金，所以有可能是像經銷商要負的責任，係安樣嘅意思，係安樣嘅意思。哦，所以談到兩下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消費者權益還是可以爭取的，對不對？而且雖然講這個案例大白都冇強容，不過係講你打天把戲，冇講打天把，就你以請消保官，還是可以走，不你那都。好客觀的一個資訊，然後好正確嘅自行，不一定容易去處理，從冇。其實大家會發現，你哋下講嘅係名詞啦，當然要動到譬如田信峰啊、立行啊，還有動到，還有嘛個你等下再嚟講。你今日要講到消費者保護官呢度節目現場吼，咋個講一百，覺得好像很有安全感誒。消費者保護官係講，你下賣東西賣到唔放棄，我就找一個保護官來保護我，對不對？保護消費者的權益，對不對？對啊，感覺上突然覺得好像有一種覺得為民服務，然後好像很安心，有被照顧的感覺。唔過講到兩片，大家會想，哈，原來賣東西其實都到唔好嘅問題，是真的可以被處理的。係啊，對。啊，剛好又講到像係賣相啊、賣包包啊，好像是一般我們會知道的。唔過大家啲冇賣菜，嗱有可能會有問題，賣嗱有問題，就是小保官自己有遇到該。你說啊，所以賣連這個也可以去變成申訴，然後變成請消保官處理。係啊，係啊，這我很難想象誒，都難想象。我到辦公室啦，差唔多早先就11點嘛，吼，該一個阿叔打電話落來，70啷歲一個阿叔打電話講，以為賣賣西倉賣轉移部90啷歲還沒食，因為90啷歲還沒冇牙齒咧。所以是較當油嘅啊，嗰種嘅咧，後來我講跨白，跨白嚇，睇跨白魚啦嚇，嗰客位有春魚啦，嗰種係春魚啦嚇，然後以上係賣啲一種係魚不還沒食，嗰因為按題目哦，嚇，仲前而來係上而來係3,000塊，好貴哦！結果依個落街，好嘅魚食材，當好嘅魚嘅，結果依個落街魚販都降價，降到剩2,300可以賣，2,500也2,300可以賣，嚇。結果賣咗來，伊就發現過啊，啲魚咧唔係以外跨白魚，係一種嘅同樣係春魚，唔過係恁後來我講嘅叫做土豆魚。土托魚，土托魚嘅吼，伊嘅肉質好脆。其實好脆，其實土托魚係當高級嘅，未係高級嘅，唔過未當貴，唔過佢肉冇按油，係肉冇按油錯，係主持人當南內行嘅，因為好是唔難，伊又冇嗰種嘅跨白魚按油，所以伊賣盡你感覺唔出嚟，又來參加緊魚販，結果魚販唔參與嘛，唔信任又唔參與啊。哦，那如果是我會很生氣。伊又打電話幫佢講，賣魚不愛咩事咧，
结果你卖多，我卖食唔得咧，我卖做嘛？我来讲一下，其实该系一种改性情，其实应该做啲切假时间，你找个卖狗时候咧，就大家了解冇？你讲卖到对方心形，你最差就讲啊，可恶，刚开始切假时嘛，对不对？土托鱼很好吃，我找个以卖狗陪母不阿梅洗，就是不妈妈洗时候嘞，可是因为觉得被欺骗，对，你生气，对不对？竟然为了一条鱼可以打电话给消保官，伊有11点打电话了，我想讲哇11点，因为就是时间性嘛，市场也有时间性嘛，对，然后鱼过隔天可能就不新鲜了嘛，是，所以我想叫到来提手，来帮忙讲要慢做，我有来约讲，好，伊啊11点过来11点10分，15分到了时昌的满后店，两沙见面以后，伊带来嘛。见面以后时间，你讲个阿叔咯，跟卖家两个，伊卖5个人拢爱见面以后，拢伊见面，而家时昌，而家时昌饭的该为所来讲嘛，问讲，我有先问个饭讲，你系炖你卖冇，你卖系乜嘅啊？吼，个饭又讲，我卖伊当然系买个最好嘅春啊，吼，伊家要即档好嘅啊，就会卖到按個價，吼。伊又唔信任又錯啦，吼！又我講，佢阿叔又當啱嘛，賣嘅阿叔又當啱，我講唔怕，伊啊吼引導吼，按10個賬係背冇面子嘛，伊又唔會信任嘛，不挑價冇面子啦，不挑價冇面子來賣出人賣5個人當多嘛，伊又冇面子，我講唔怕。我先帶咗去辦公室，吼，我挑價哦，唔係，我落計嘅挑價講，咪落計阿叔講，我落5帶咗去辦公室，我落監聽，吼，請辦公室人員監聽，吼，市政府嘅專家嚟監聽，吼，你先轉去屋下，吼，我又請伊先轉去屋下，我落計帶咗去辦公室，請喺條沙街農業處漁業科嘅人嚟監聽，伊又監聽講，啊，你一定，你係拖到魚啦，唔係個很好嘅種啦，吼，然後我有心有地咧嘛，吼，甜咧，我有，後來我有12點，台七到12點10分鐘，15分鐘，時鐘有好冇人咧嘛，我有多轉去跟飯街，我有嚟動之以情，試下嚟講，動之以情也要告訴他利害關係，哦，因為他不承認，我就要移送警察偵辦呐！哦，這是詐欺啊！哦，對，這是詐。可是他可以承認他沒有說啊。不，伊有講啊，因為我提白戲有來問的呀。哦。伊有我當面講，你係春啊。可是鑑定過後沒係春啊。沒鑑定過後係土托魚啊。哦。所以，那如果我對魚種不夠認識，很難了解。嗯。所以伊有冇法度信任。所以我有來講，你做唔信任，我有送部警察移送偵辦。是。你啊，真為難。所以我講，係唔係？你都該假錢退不挨，嚇，錢退，冇來見面唔怕嘛？你都錢退不挨，我攞錢交戶街嘅阿賣五嘅阿松嘛，係啊，阿用有大家嗬，冇來去又好咧。好，阿用伊啊有面子，所以最尾是阿用改嘅，所以這算和解對不對？兩方面有面子嘛。挑價人。生理行係做下伊嘛，賣五個所行係有面子，伊拿到錢咧嘛，我攞錢送不伊嘅家，屋下伊講一下伊講，那有暗號嘅事情係唔係你即間賣五個，弄個收下來，我講唔係，我講我係消保官，我唔係菩薩。那該每五咧就還給老闆。萬一咧。哦，你知道嗎？我提一百，我今天提一百地公，原來消保官可以處理到俺細膩，有冇？還要去到魚市場買五改挑價這樣子。我剛才好有，來弟，我剛才好有戲劇畫面哦，因為台價一半地消保官係嘛改港高，就是一個好像。會像是那個電話答錄機嘛，就是很 SOP 很公式化的。可是因為香港消保官這麼有人情味，佢每到一條5去到該5時從你到該老闆來去，很好從勞改事情，為了一條土多魚，還找了農林，我們的漁業科的來鑑定，然後還講該老闆不願意退那條魚的錢，我們還要送警察偵辦，是這樣嗎？對。那我覺得這可以寫成劇本。
小宝官的故事安样呢？所以其实大家有想到无？你看你除了有卖海卖包包有安样解问题，其实你讲卖到其实分期你起到不应便宜，还是可以找小宝官处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会想过哇，这个是一个鱼很简单的故事，其实可以讨论的买卖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太多了，比如用利康美优啊，对，我常常看到那个旅行社跟团的。他就是说你第一天住马改大饭店，然后他挂号，若没有将以同等级什么什么，我心里想说，我就是要住这个啊，但是讲你提头改变，他就说哦，基本临时跟你说没有哦，没有要住这边哦，他说可是我有挂号将以同等级饭店，所以其实旅行也会有类似的纠纷，当然系安样啊。像礼拜今年每个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唔得出国嘛，所以就因为发展了，个高级团吼，伊3日10万K， 3天3日。去发展的行程3日10万 K， 哇塞！带最好的盘点，是最好的串，各种的原住民的风味串是最好的。结果，甲一只退休的老师，唔系一个老师啦，吼一个线上独家武汉人去，结果食的串吼，当个五人背来背去。伊讲你按高级的。按高级的串汤用的五斤背来背去，大个饭店唔系最高级的，嘿，最高级嘅下冇房间的，冇一间的，结果伊用按样用10万块，对，错吗？太多了。心情有狗蜜啊，有心情狗蜜，10万块你可以去一趟欧洲了耶，错吗？花莲10万块给吗？又不已经不来不赢，所以他就立刻去申诉。对，对啊，所以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就要很注意那个旅游的整个介绍，包括它的行程，包括它的据点，包括他吃的什么餐，住的什么饭店，这个要很明细的把它留下来。而且我觉得你走填充，而且走填充是不是要拍照？你要留下证据嘛，免得口说无凭，什么？哇，我们今天好像在告诉大家很容易走，其实不是意思是讲，因为就是买卖关系，有时候彼此建立的共识不一样，我想的跟你想的，俺熊也让你熊也没熊的，那一发生落差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不愉快跟狗肠，所以台干还是要很明确去保留一些资讯。那系讲你前些性侵狗唔去，你怎要继续做得去请小保官来处理案用解问题嘛？对，今天台干有发到冇发现冇？因为讲到你一下，你看案件很多哈，又遇到包包解问题、买解问题、利行花莲10万块解问题，所以其实。某强的案件，某强，而且这是在新竹，对不对？新竹市人问题，不过讲到你还动想问一下，对你来讲没起到，又嘛个甘苦谈嘛，为什么动辛苦嘛？因为我看你还有鱼市场协调，该现场的问题啦。其实做小博馆哈，你仲为台个这个来做事情哈，唔会讲甜啦，不过有时候会拄到个消费者唔了解的吼，会讲无非讲爱钓啥鱼咯。厂商叫减嘛解吼，你啊动对俺钓啥有动送好呀？怎么办？俺哋昨天感受到你看小宝官内心很破碎，你是这么的为消费者着想，或者是说想说客观来处理事情，如果有的消费者会觉得说，你是站在对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把你当成不一定真的在真心帮他。对，哇，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是最受伤。我就说这个可以写成一部连续剧，你得有讲很美，是不是很有戏剧画面？其实用安我讲讲，其实还有动作会注意嘅问题，然后冇強嘅事故水，然後大家都歡迎，你等下陣再講。你今日繞牆度，你講保護館、消費者保護館那度現場，讓大家都分享。其實昨天講的東西，鐵道咧，對，怎麼可能三言兩語你是講嘅？不過你同意開始，讓大家都分享嘅係勞工議題哦。可用英講咧，因為你講到傷心吼，真的不愉快的時候會打官司，對不對？好，你去勞工議題，讓大家都講誒，官司好打，就是好事。
你看小宝官笑成这样，你爱买意思，冠士唔好打，冠士一定唔好打呀，冠士中好打，球时又会好些啦，什么？所以今天是小宝官帮我们分享这一句老古谚语，因为打冠是动辛苦，膝盖动球，好，鱼尾发签，啊，性侵有唔好，好，你们上去送办案有以出庭，对不对？所以打冠是通常都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，好，所以其实俩几辈老大家咧讲，冠是唔好打，是讲好打球是就好死的。不过谁老大家讲，其实都消费者权益动斗时候也是会走到打官司这一步，对吧？哈，不过就是都打官司俩不自谦。先好好看，用其他嘅方式做啲補解嘛，做啲好，所以你也是今日老大家來分享嘅老古谚語，真的蠻適合你今日嚟學習吼。不過講到呢一篇，你上堂節目講到哇，立項嘅問題是8年10萬，結果是個菜當條用木星背來背，這個也很有法面嘅，都很有法面個來處理吼。不過剛剛又講到，其實大家很辛苦處理事情吼，有時候。因為我知道為什麼小寶剛剛講心裡很受傷，因為有時候像你講該賣魚啊，八改十親，因為有時候你會分開談，對，好，不管有時候動之以情，然後利害關係，然後想說不要兩個見面談，對，但你一旦分開的時候，有時候賣方會覺得，你是不是我是買方會覺得你是不是跟賣方在勾結什麼，對不對？好，其實。大家上鐵道咧，哈，記得會持續動年輕來處理問題。不過未要動感同嘅回饋，有冇？有啊有啊有啊。我去處理一件哈，呢種嘅賣屋嘅結果哈，已經為了南部送來阿姨啦哈，伊減賣都迅速哈，賣建屋又建屋啦，不過伊嘅心智能力。哦，伊心智能減魔伊心智能力剩小學2年線的啊，因為心智能力差不多是8歲的心智能力點，所以伊無法度判斷了賣屋的了複雜的問題，結果又不了詐騙集團盯上，結果做一個假買賣，是，然後又去公證，然後要炸其他的房子，然後這個媽媽走投無路的時候，來到市政府要找人問，也問不到，然後最後人家就說只來問小寶官。是，然後我接到這個案子，我也很麻煩，因為他畢竟不是消費問題，是詐欺問題。對。但是他來找我那一天，已經是到地政事務所要移轉登記的那一天了。你現在是在寫編劇的劇情，所以這也太令人緊張了。對，這很緊張，已經是最後一天了。對。所以我說，我死馬當活馬醫，我就跟他講，阿姨，我死馬當活馬醫，我就趕快幫你寫個申訴書。是。然後你用這個申訴書送到地政事務所，請他暫緩登記，他不一定會同情你。對。就暫緩登記，因為他沒有影響，因為他只是在做公務行程啊，對不對？結果他就真的地政事務所。就可能就幫他暫緩登記，可能那個阿姨有跟他講，這是小寶官寫的，那因為那是我的字跡嘛，就是我的寫的字，所以因為很急，就用筆寫一寫，也沒打字，就交給他了。是，就地政事務所就真的暫緩登記了。暫緩登記之後，那個詐欺集團一不做二不休，馬上去法院申請強制執行，因為他已經設計好一個協議書、公證書，可以。作為強制執行的名義，就直接去法院強制執行。就去強制執行的時候，那房子過幾天就被查封了。那阿姨又跑來找我說怎麼辦？怎麼辦？那其實真的很麻煩的狀況下，我只好再幫他寫一個狀紙，對，就是寫債務人異議之訴，就是讓暫緩執行這樣。是，後來法院還好有同意他，讓他暫緩執行，對，然後再去鑑定，請他提供一個擔保金，然後他女兒的部分就請社會處幫忙做一個鑑定，對，然後沒有消費的沒有買賣房屋的能力，對，用這個部分再來去告詐欺，然後請檢察官偵辦整件事情，對，那現在官司還沒判下來，是，那但是第一段的那個。至少已經沒有，至少現在這個是在處理中，對，在處理中，並不是已經結案賣出去了。對，哇，所以對方很感謝，他就很感謝，因為他本來是煮青草茶在賣的，對，然後就，3不5時會帶一瓶青草茶來給我喝，這樣。我都要哭了，結果我收到的回饋是一瓶青草茶，嘿嗎？所以他不移動感同。哎呀。
这真的是没有，因为对，因为他即使送好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敢收嘛，因为他是他自己买的。我就是说，这是他自己做的。那我觉得这是他的心意。没错没错，我们不能随意的收别人这个东西，会变成你收公务员会像收贿一样，或是收到不该。还好那个青草茶不是他卖的，是他煮的，像煮鸡汤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喝了这样。哇，好感人哦！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从一条鱼到一个房子，落差很大哎，所以这是一个动感同应该古时到台家的分享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深刻的感受是消保官的重要性，然后消费者真的是对，然后消费者真是好好的用安用嘅服务，从么大家会问讲，喺到底係用因來了解，從家下係因為機器到填充。今嚟講，只是了解有什麼消費者保護權益，對，所以到台家嚟講一下，所以我們有1950專線，對不對？好。这个大家遇到问题都得打1950專線都會詢問哈，問各地的消保官，然後假如是要上網申訴的話，就直接上行政院消保會，行政院消保會有一個全國消費者保護網，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申訴，線上申訴。對，大家冇起到動難哦，因為我嘛不起到，你很動不動就叫我上網，那資料很難填，沒有。提醒你打電話到1950的時間，你可以詢問也好，或者是你要詢問細節，可是你也跟我申訴，他就上網填，而且不會很難，不會很難，對，就好像只要填類似基本資料，意思就是說安用就成立了。對，好，你沒講打電話就成立了，沒有打電話就等於問，你講你也送明去填資料，基本嘅資料填好，其實你的申訴案件就成立。申訴案件一旦心力夠好，消保官是就可以，他才可以處理嘛。對，因為他也不是你要不要給他收有冇打電話，其實讓你處理，它是還是要有一個正式的一個行政流程，對不對？哈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我航班係講，我要拄到蠻問題，我沒有打電話1950，唔講我打電話1950之前，我咪先打電話幫消保官。所以問個安用做得冇？唔講，只有陣問題係貼俾到大家來問，因為大家剛才有談到冇？因為消保員讀姓周，什麼？唔講剛才阿姨係從南埔來，對不對？所以大家會知道，是不是有一個異地協調的？可以，對不對？對。比如當我在台北市賣東西，可是我的賣家讀推中，然後係講，我讀台北賣東西，我轉移故鄉，我打電話幫故鄉嘅消保官，所以這些異地協調是可以的。做得，不過好，主要係有乜嘢？因為企業者假在當地的話，當地的縣市政府是比較有能力處理這件糾紛啦。主動賣家在台中，對，台中當地人會比較做得來處理，對，比較有能力來處理這件，而且賣家或是業者也比較會忌諱當地的縣市政府嘛。我懂，我是台中的企業，結果我哋讀推中，推中嘅政府咯，聯絡，動作也重視嘛，對不對？係講一講讀夠凶，哎呀，這麼遠我不理他，他可能會用一個比較消極的方式面對。好，我們講到台家講異地是可以的，可是還是盡量當地會更有，可能有更有效能。對。冇停錯啦，哈，係咁講。來到大家都總結一下，好不好？消費者糾紛停看聽，好不好？那大家都講，提早不容易走，任何嘅事情，立行然後啦，名戶賣東西，然後提早你停錯會做嘅事情係蠻緊，一定要看清楚契約內容。係講你自家契約嘅內容冇看清楚，那你就很難有自己比較站不住腳。你係提一點哈，那大家都分享，提一點，那大家都講誒，就是觀察商家的信用，有時候啊，對方該自行嘅溜到動清楚。然後對方該形容，你要略知道嘛。好，像一些比較大的賣家，你抬價為低哈。提上點到抬價來講，也是要保留有利的消費證據。對。比如講你都該被逮啊，房子漏水啊什麼的，然後吃的東西又穩定，你可以拍照。對。對不對？然後一些消費的一些，他當時提供給你的資訊紙啊，要留起來，對不對？收據留起來。係講又穩定，係講你係咁樣路賣東西，打開來要趕快檢查。對。你不要過了很久以後才檢查啊。有問題，來不及了，對不對？這個是最重要的，這最重要哦，重要，真的哈。可是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檢查，因為每次買到都迫不及待打開來看。對，他又係講，之前我見到大家的歡迎係講，以前是用消費者按用糾紛嘅問題，就得打電話到1950，好，我相信大家都會從消保官按好解，消保官都在為大家的服務，所以每記得到電話打好，我們也是冇事情的哦，你還是要上網填資料，對哈，這樣做得冇冇前危機。咁嘅最尾一陣問題，我來問一下，係咩每個消保官都強氣強咯？
係啊，大家同埋當然先來回。從你強容做得安寧靜、安熱性，然後這麼的事必躬親的這樣，老大家嚟處理問題。係啊，各人事同埋係有效保管係同埋係按年先來做啊。真的。按年先來做，係啊。哇！你特別使用5屆效保管，特別使用5屆效保管。哦。連這個數字都對，那信州有幾多？信州4愛13，所以你是去信州4愛13。哇塞，所以你的管轄範疇很寬嘞。哦，冇啦，是信州4。幾隻信州市都幾感應管咯，董事長。所以今日董感謝小保官做啲呢個節目地圖，讓大家分享。係講下擺有乜嘅消費者嘅問題，就呢度請教你，就到呢個節目讓大家分享。好，感謝。新聞大家。好，聽下來咧，你哋強下來做論壇了。